再来看这个好新闻，伫中华好米菜车有一个菜贩啊，伊本身治疗真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，伊的视力也就是目睭呢严重的恶化，为500度变到1000度。不过伊有发愿恢复健康了，要帮助更较侪人。伊去年呢开始做公益，逐工就驶小货车、发财车送菜到家福中心，照顾囡仔健康。无论是透风落雨，还是菜价起价，伊共款都无停止伊的付出。这一个做就是7、8档。开一台小货车来到家福中心，这菜贩啊吴超龙搬一箱一箱的蔬菜要送予这个囡仔，这是伊逐工拢咧做的代志，365天拢无休。忙2岁都好不好？对吴先生甲这厨房内面的阿姨互动咧，就看出来讲因已经非常熟啊，因为伊每工所运来的菜拢会马上送入来灶骹料理。这阿姨一两个手就把新鲜的蔬菜拢变成营养、可口、美味好食的料理啊！伊做这个代志完全拢是自发性的，伊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，发病了后视力瞬间拢退化，当时伊就发愿。担心就是老婆啊，还有儿子，怕我儿子出生没有爸爸。那时候我发愿的，想说我可以继续活下去，我可以做好事。希望当帮助人，这做就是7、8档。菜钱哈，从妈去买的时候都给我报告说，哦，今晚菜就贵也安暖。那为了孩子这些健康也是很伤脑筋哈。那他能够这样定期的来，所以说不管是现在菜价多高，哈，标的多高，对我们来讲没有影响。所以很感谢他的这个爱心。虽然吴先生有罕见的疾病，但是透过做公益，互家父的囡仔拢会当食到上佳营养的食材，会当有健康的身体，这嘛算是弥补伊自身的遗憾。活得真好，可以帮助人家是真的很好。